瘋傳同老外性愛片，靚模 Vivi 呼冤話。我唔中意睇路噶。最近網上有條性愛片段，有支女主角就係相中人，靚模 BB Tam。梗係唔係啦，唔係我嚟噶。其實喺條片一流傳呢 BB Tam 已經喺各大平台度間接話自己唔係主角噶啦。尋日接受我哋訪問，就正面否認係片中人。去旅行，去老陣。拍住網絡紅人達哥拍廣告而為人認識，估唔到今次成為腐民主角。條片呢就長約半分鐘，一直有傳男主角就係 Vivi 嘅外籍男友啊。咁唔係啦，我唔中意睇路噶。作為廣告 partner，達哥有冇關心問候下你先？呢啲咁尷尬嘅嘢，我哋都唔會講，因為屋企人知道唔係我啊嘛。佢哋都有睇過，咁睇完更加唔會擔心啦。我覺得係因為嗰啲人唔識我，所以覺得似嘅。Vivi 仲喺網上呼籲話片中女仔好慘，希望大家盡快停止 share。